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又係我餵食貓。我今日咧帶大家去惠康格下價先，因為咧今期惠康都做好多特價嘢。買任何產品咧加10蚊咧就可以換購呢個順茶社嘅兩款茶，原價係17蚊嘅。堅寫尾啊，18蚊件同埋8蚊一件啊！就係呢啲果汁啊，同埋維他嘅新鮮茶咧，都係做緊8蚊啫。平時都要10蚊啊。廣州天價秘魯嘅珍寶藍莊子啊，49蚊有3盒，就係呢個啦，49蚊有3盒，大大粒㗎。款西梅咧都係做緊19蚊，大大盒嘅西梅19蚊。天山蜜梨啊，2粒裝啊，都係做緊18蚊啊。土耳其嘅無花果啊，大大盒啊，好大粒裝嘅喎，原價咧就88，而家做緊6。呢款嘅桶裝嘅珍寶藍梳子咧就29蚊就一桶，58蚊有2桶，就係呢款啦。車厘子做緊33個8一磅。今期惠康咧做緊4個9一磅嘅香蕉啊，好多選擇啊！火龍果咧就做緊17個9有3隻。澳洲金仍然做緊12個9有3隻啊！呢個新奇士金啊，19蚊啊！呢隻袋裝磁產咧16蚊啊，好大嘅呢個。雖然個頭唔係好大，但係抵食啊，先至16蚊嘅。檸檬就做咗14個9有3個，都幾靚喎。蘋果19蚊。又冷嘅咩？19蚊。呢個澳洲嘅紅綠橙32蚊就有一袋，4粒裝嘅，大大嘅。國企急凍嘅點心做緊8蚊，好多選擇啊，全部做緊8蚊啊，全部都係做緊8蚊啊！呢個淘大嘅點心啊。呢款 Mido 嘅越南魚柳做緊18蚊嘅喎，特價。咁呢款美國嘅蝶魚柳咧就做緊30蚊。呢款大西洋嘅紅魚柳做緊25蚊，唔知大家有冇食過呢？呢款4件裝嘅三文魚扒咧，大大件做緊79蚊。呢個急凍嘅去腸虎蝦做緊32蚊。魷魚仔做緊30蚊。思源各款水餃咧都係做緊10蚊啫喎。哇！今期嘅點心水餃咧真係好抵啊！哇！呢個極品嘅白咖啡啊，仲送埋呢個蠟筆小新嘅碗啊，做緊49個9啊！上個禮拜百佳咧要做緊52蚊啊！仲有呢個椰子牛奶咖啡嘅口味，都係送呢個蠟筆小新嘅碗，都係49個9。碗仔翅啊，8蚊一碗啊，勁抵啊！今期嘅驚喜價8蚊一碗啊，必掃啊！同埋呢個四海嘅魚蛋啊，都係咖喱魚蛋，都係做緊13蚊㗎。呢款大大隻嘅鹽焗雞都係做緊45蚊。
惠康嘅新鮮豬肉啊，都係做緊800字啊，再額外啊。如果100蚊3盒咧，就88蚊3盒，都幾抵食喎。3蚊有一包菜心啊，呢啲係促銷價，3蚊就有一包呢個油麥菜啊，油麥菜同埋生菜菜心都係3蚊嘅，靚嘅。韓國番薯做緊11蚊一包啊，做緊特價，11蚊一包。如果唔特價45蚊就有2包，就係呢一款。呢款明輝嘅蝦片啊，大蝦片啊，好大包嘅，都係做緊11個9啊，有80克重啊。呢款家田莊嘅明輝蝦片啊，做緊15蚊咋，15個9啊，15個9啊，有幾包裝嘅，獨立包裝，一次過咧就唔使食咁多包。呢款日本嘅有機豆奶啊，做緊咧就係32蚊有2件，為起都係15蚊一件。呢一款豆奶都係做緊19蚊有1件。買2排咧，子母奶咧就可以送1排呢個高鈣低脂奶，送1排。咁為起都幾抵㗎。呢款大亞松牛乳啊，日本製嘅，做緊19個9啊，都唔使20蚊有一升啊！買任何3包嘅樂事薯片咧，就可以送1桶嘅桶裝薯片。有好多款嘅味道㗎，就係送呢個桶裝嘅薯片。呢件佩夫人嘅草本清熱茶咧，做緊10蚊，好抵喎！而家呢啲各款茶飲咧，都係第2件半價，全部第2件半價。呢個綠茶粉咧，做緊40蚊啦，第2件半價。玄米茶都係啊，做緊第2件半價。呢隻御品皇嘅茶包咧，做緊17蚊。另外呢啲咧就係做緊27蚊有3件，都係御品皇。陸羽茶包你做緊18蚊啊！呢款 Lipton 嘅茶包咧，做緊特價79蚊咧，就有1大盒啊，100個茶包噶啦，已經有，慢慢飲啊。UCC 咖啡咧，做緊25蚊就有1包，可以沖凍咖啡飲嘅。呢款樂事嘅辣味薯片啊，做緊10蚊咧就有1大包。芝士米餅啊，呢款就做緊6蚊啊，超級抵啊，超級抵啊，一定要買呢個啊，6蚊咋，6蚊咋。頭先已經講過啦，呢個本周驚喜價蘋果汁啊，做緊8蚊1支啊，必數啊！呢款保利嘅乳酸飲品做緊9蚊1排啊，抵緊過益力多。我咪就買呢個，我唔死啫。呢款老廣州嘅我琴日唔記得你今日乳酸飲品做緊7蚊。各款嘅新鮮茶維他飲品都係做緊8蚊。仲有維記嘅乳酸飲品都係做緊8蚊。鴻福堂嘅杏仁露啊，做緊13蚊。啲金露啊，30蚊有2件，唔係好抵啫。百福豆腐花做緊13蚊有3件喎，抵喎。維他奶嘅山水有機豆腐花做緊9蚊咧，就有2 pair，就係呢啲啦。大盒裝嘅咧就13蚊就有2 pair。呢個係本周驚喜價，希臘乳酪啊，16蚊就有1杯，大杯啊。Movenpick 做緊28蚊有3杯。
瓶裝嘅家樂嘅原味粟米片啊，44.1啊，兩大 pack， 仲有送子冇奶啊。貴格嘅即沖燕麥片啊，8個半就有一包，就係朱古力味，原味咧就做緊10蚊。呢兩款都好抵喎。另外呢兩款咧就做緊17個半。呢個3.6嘅樽裝牛奶做緊7蚊咯。另外咧，維他買2盒嘅有機豆漿咧，就可以送1盒豆漿細嘅。係啊，19蚊就有2盒，就可以送1盒細嘅。本周驚喜價，百福煎釀豆腐19蚊有3件，圍起都係6個4一件嘅。就係呢幾款啦。呢個朱古力奶啊，14蚊就有3盒，呢個真係好抵飲啊！小朋友一定好中意。呢款呢 Cheer 燕麥片啊，有堅果㗎，做緊16蚊一包，原價係59.9啊！呢款真係好抵啊！買雀巢牛奶公司嘅牛奶飲品啊，買滿40蚊咧就88折啊！大家可以湊夠40蚊都有88折啊！本周驚喜價，總統牌芝士啊，21.7就有一包，就係呢幾款啦。呢款澳洲嘅芝士樂芝士啊，都係做緊特價，本周驚喜價26蚊就有一包。呢款日本嘅白蛋咧54蚊有2盒，圍起咧都係27蚊有一盒。日本嘅櫻花蛋咧就做緊30蚊有一盒。呢款貴州牌嘅特大紅心雞蛋啊，30蚊有2 pack， 圍起都係15蚊一 pack。呢一個蛋係最抵，今期最抵嘅。呢款日本嘅白雞蛋23蚊就一盒，46蚊有2盒。呢款快意煮嘅水餃啊，做緊46蚊，有3種口味。都乜嘅純正零反式脂肪嘅花生油啊，買3送1啊，102蚊啊！絲球乜嘅花生油啊，99.9咧就有3支嘅。絲球乜花生油優惠裝109.9咧，有4支裝嘅，仲送一個防熱夾啊！金寶比德香米啊，買2件再9折啊！5 kg 嘅85蚊。買任何嘅米咧，2至5公斤2包裝咧，再9折啊！呢款袋鼠牌嘅5公斤香米咧，55.9咧，再9折。袋鼠牌嘅8公斤香米咧就93蚊。頂上茉莉香米啊，106.9咧就有8公斤。御品王啊，79蚊就有8公斤。美味盞嘅各款嘅榨菜啊、菜脯粒啊、香菜粒啊，做緊12蚊就有一 pack。各款味道都係做緊12蚊就有一 pack。有時啊，送下粥啊，煮下米粉啊，都唔錯嘅。天龍牌都係做緊16蚊有一 pack， 各款品牌都係做緊12蚊有一 pack。淘大蒜蓉醬啊，做緊10蚊就有一大支啊，唔使自己剁。買李錦記嘅產品滿75蚊咧，就可以送呢個雞湯或者係手土牌嘅上海麵一包。買李錦記嘅酒莊蠔油70蚊就可以送呢3款產品：雞湯啦、撈麵啦同埋上海麵，價值係37蚊。哇！呢個都幾抵喎。原味可樂1.5公升做緊8個半，無糖可樂都係8個半，雪碧仲有。
買可口可樂產品買滿60蚊咧就可以送一個風扇仔。呢啲8罐裝嘅汽水飲品咧做緊54蚊咧就有2 pack，54蚊2 pack 啊！呢款點點綠嘅秋梨枇杷露啊，18蚊有2支啊！我都要買翻2支飲下先，因為我而家嘅喉嚨咧都係有啲沙，呢幾日都係唔係幾舒服。其實鴻福堂嘅甘蔗汁咧做緊9蚊咧就有2支，維他石蘭檸檬茶做緊30蚊咧有3 pack， 圍起都係10蚊1 pack， 就真係好抵啊！而家啲飲品咧越嚟越抵啊！呢啲維他奶嘅細包裝飲品咧都係30蚊有3 pack， 細細 pack 俾小朋友飲㗎，各種口味啊！各款出前一丁，混合口味31個9咧就有10包裝，自己撈啊，自己揀啊，任何10件咧就31個9啊！大杯裝嘅合味道杯麵啊，23蚊有3盒。呢個日清嘅冬陰功湯麵咧做緊18蚊1 pack 喎，同埋呢個咖喱蟹嘅撈麵咧都係做緊18蚊有1 pack 喎。各款嘅八寶粥啊、泰山牌子啊，買1送1啊，圍起都係8蚊就有1罐，平時都要10蚊㗎。呢2款純正果汁都係做緊8蚊，有芒果汁啊、橙汁啊，純正係果汁嚟嘅，冇添加。紅圈牌罐頭魚柳36蚊有四包裝，有辣有唔辣啊！梅倫牌嘅午餐肉33蚊有3件。呢款嘅天龍牌火腿豬肉都係做緊33蚊有3件。呢款 Ariel 嘅抗菌洗衣液啊，優惠裝咧99個9咧就有1大 pack。仲有一個補充倉喺裏邊嘅喎，呢款嘅潔白除蟎洗衣液優惠裝32蚊，仲有一個補充裝喺裏邊嘅。新上映嘅抽嘴式面紙買1送1啊，40蚊有買1送1，有5包裝。呢度嘅爽身粉咧，面紙咧23蚊，仲有呢款啊42蚊有2 pack 啊。就係呢一款啦，有4大 pack。買2條嘅潔柔衛生紙咧，2條啊，56蚊有2條咧，就可以送呢個抽紙啊，送2袋啊，真係好抵啊！而家買紙巾。咁另外咧，買2條呢個 Rejoy， 59個9 2條就可以送1條嘅抽嘴式紙巾啊。今個禮拜咧都係買滿任何嘅衛生紙啊、濕紙巾啊、面紙啊、抹手紙啊，買滿78蚊咧就送25蚊嘅票尾。買2條嘅維達廁紙咧就可以送廚房紙或者抽嘴式紙巾，32蚊1條。白花嘅紙巾咧就58蚊有2條，都係可以送抽紙。呢款嘅維潔雅抽紙咧做緊18蚊就有3件啊。維達嘅藍色經典木手指20蚊有2件，維潔雅小初菊壓花抽紙啊20蚊就有1件，呢個皇冠牌濕紙巾啊3包裝49蚊，呢款嘅 Middle 牌吸濕器啊18蚊咧就有3大件啊，幾抵用喎！買女士嘅衛生用品滿99蚊咧就可以送20蚊嘅現金券。澳寶嘅4支裝嘅沐浴露啊，73蚊啊，哇可以用好耐啊！買任何4件嘅滴露沐浴露咧，就可以送咧176蚊嘅產品喎，又有紙巾啦，又有潔廁液啦、抽紙啊、洗潔精啊，都幾抵喎！39個半咧就有1排嘅。買指定嘅多芬沐浴露產品119蚊咧，就可以送一個儲物籃啊！哇！買滿1蚊119蚊啊！
買潘婷啊 Hair Soda 嘅產品滿128蚊咧，就可以送 Tempo 嘅紙巾，再加呢個維特嘅抽紙，再加50蚊嘅票美現金券。哇，好抵喎！惠康呢條片又差唔多啦，我希望大家中意，請大家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，多謝大家支持，拜拜。